好啦，咁港股我哋就睇咗啦。頭先你都提過西班牙外圍一啲市況嘅，我哋都不如再講翻下嗰個信貸評級嗰個調低咧。其實對於成個即係歐洲嘅情況啊，或者對於西班牙本身影響有幾大咧？我諗你嘅見個市況咧就唔算話好大嘅啫。雖然話好似一次過下調2級咧，咁就即係市況上面咧，其實或者以前嘅歷史嚟講咧，都唔算話成日見到一次過調低咁多。咁但係咧，我諗其實最重要你睇下市，首先有2個原因。第一個就係3大評級機構咧，其實喺金融海嘯之後，我自己覺得啦，啲公信力咧開始市場有啲質疑嘅，即係覺得佢究竟係咪仲有公信力喺度咧？咁所以影響力係減弱咗。第二方面咧，今次佢減到去即係叫垃圾級別最高一級啦。其實之前另一間評級機構就係穆迪咧，已經將西班牙擺咗喺呢個位度㗎啦。咁所以今次你只不過係同翻穆迪嗰個 level 係一樣嘅啫。咁而家你今次如果話你睇翻落去咧，個震撼力唔算太高，反而咧我自己有少少擔心就話穆迪咧其實都完成咗對西班牙個調查，喺月尾咧就會發咗佢哋嗰個 report 出嚟。咁如果你個 rating 一再調低，下一次就去垃圾級嘅話咧，我諗個效果就會震撼少少，因為始終一旦調低咗西班牙嗰個 rating 去咗垃圾級別嘅話咧，咁無可避免呢啲國債嗰個孳息咧就會被逼係扯高咗，咁亦都我諗係有機會咧令到西班牙咧更加快咧係要舉手求救，咁所以你俾到市場一個訊息咧就係話，而家呢個評級機構調低動作咧，其實係某程度上係想局咧西班牙咧就要快啲舉手求救，因為現實個情況就係西班牙自己拖得就拖，啲政客嘅政治角度考慮咧就唔想係求救嘅，所以我諗即係點解話而家有個爭論就係個時間表就係21號咧就係地區大選，咁係拉博伊咯，我諗就係想喺地區大選之前咧都盡量拖到過咗之後，唔好影響佢個選情，但係過咗之後就過咗海就神仙啦，咁可能就到時先係舉手求救嘅日子咯。